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节目。针对着年底将要举行的高学历选举呢，即马国政党正陆续伫进行初选的作业。咱启明新声节目呢，将会陆续邀请到参选人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因参选的政见，也有理想，也有理念甲抱负尤其呢是我正大新人呢，更加爱好好透过专访来介绍，互咱的市民朋友来了解。互咱今仔日呢邀请到的这位呢，是要来参选咱台南市呢北区甲中西区的参选人，伊嘛是立法委员王定宇服务处的副主任。咱今麦就来欢迎林建南，建南欢迎你。谢谢咱的主持人，咱的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咱这届中西区北区的市议员参选人，我叫做林建南。好，咱欢迎建南进前呢，建南来参加咱节目的时阵就是以着台南市电脑工会常务理事这个身份来跟咱的市民朋友，对啊，跟咱市民朋友来探讨的讲和咱做有关系，有线电视还有一寡数位化相关的议题啦那么呢后边可能咱市民朋友对着这个建南较熟悉的所在，就是讲伊是立委王定宇服务处的副主任，另外嘛是做过这个青商会会长其他咱的观众朋友可能想要较了解你的话，你要安怎介绍你家己来，甲咱市民朋友说明一下？好，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在地的台南囡仔，我出世的时阵是伫个咱这个中西区甲南区这个交界这个水漂湾水漂湾这个所在啦当然因为咱细汉的时阵迄个生活环境较无理想，所以其实咱嘛细汉时我印象中嘛搬过滚来的所在啦。所以讲，安尾当伊是伫个拢即个咱讲王金口啦、中西区，遮咧搬来搬去。等来落尾手的时阵，当然就是读册嘛。我咧叫做读高中的时阵是读台南二中，对读大学的时阵就来离开台南去台中读着即个国立的中心大学。对，当然读大学了的时阵做兵我嘛算真好运啦，都抽到金马奖啦。所以讲，就伫外岛伫马祖做2当兵啦。对。所以讲其实安尼辗转差不多离开台南，差不多伫个7、8当的时间，7、8年的时间。差不多伫个民国88年，才搁倒来台南。就拢伫北区，伫北区这边遮，安尼来生团，来成家立业。所以你嘛是伫个即个中西区北区即个所在，算是你即届要参选的区员咧是，咱算正在地台南囡仔，嘛是正在地中西区北区出世成长，一直到今嘛的在地囡仔。对，所以对这个所在做熟悉的，而且一定很爱这个地方啦，对不对？是。咱知影讲你伫个这个立委王定宇服务处做副主任，有做几当啊？其实行委员、王委员这边遮，其实阮若要认真讲这个熟悉过程其实已经超过20当啊。超过20当。对，因为其实委员是我家己亲哥哥。我的亲大哥，伊较早伫成大的即个同学，佮包括委员未踏入去政坛进前其实伊是捌伫即个南投电台捌主持过一个节目，听讲真有名啦叫做《青春福摩萨》。迄时阵伊咧做主持的时阵，阮哥哥就是伊的后置，伊的 partner 啦，向伊算配合的后置。若定宇迄时阵请假的时阵，就是阮哥哥甲做代理主持人。对。所以我头先讲，我88年倒来台南的时阵，就阮哥哥就将我介绍互东车市，我拢叫王大哥啦，我私底下拢叫王大哥，就向即马委员来熟悉。所以讲就一直到今，阮的交情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后来为什么你会想要去服务处甲做服务这可能委员当然向伊登记，安尼伊整个的即个中正的即个过程其实咱也拢有家己旁边也好，还是讲咱有咧甲斗骹手，对。所以讲一寡包括社会服务，还是讲服务案件加减，一开始咱就拢有咧甲斗3工。当然一直差不多伫个7、8当前的时阵，当然迄时阵就是慢慢，委员迄时阵都按议员，伊无选嘛，伊当区的议员，伊交棒互其他的人，然后伊来参选到咱的立委。所以迄个时阵可能较需要，较更加侪人来斗3工的时阵，所以迄时阵咱就可能咱讲对台面下，咱正式就是讲来伫台面上，就正式来帮委员
来帮伊招摊，啊，包括就是来参选到咱民进党的这个党代表，对，啊，所以就是正式来挂到咱这个委员服务处的这个副主任助理，啊，咧先来开始咧做这个服务案件，啊，和基站这边才咧做接触。对，啊，所以嘛是因为，敢是因为吼，你就是有拢有咧做这个服务，我做的工课就是民意代表的工课啊嘛，只是说他的助理他的分身呐，所以你也想要来参选，是这个原因吗？哦，当然，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啦，吼，啊，所以讲。搁一部分当然，头拄啊主持人讲着讲，我过去捌参加过即个青商会嘛，对，啊，阮青商会其实青商会即个伊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好，那伊嘛是以咱即个社团国际社团内底啦，吼，就是讲唯一伊是以训练为主体的即个国际社团，啊，所以阮定定伫青商会讲一句话叫做训练自己，服务人群。好，那青商会伊嘛，阮讲究的就是讲所谓的4大机会。那这个4大机会有一个叫做个人机会，就是讲家己训练有一寡相关的课程，啊一寡训练会当家己去做成长。啊有一个机会真好，叫做社区机会、社区机会。那这个社区机会意思就是讲，阮有办理真侪项社区结合的一寡社会的一寡弱势团体也好，还是讲向社区办理的一寡活动也好，由这个过程当中去训练家己，啊，向社区去做结合。啊，我咧心内想讲，就是因为我担任过青商会的干部，甚至到尾仔来做到这个青商会会长的时阵，我办理真侪这个社区的活动，啊，所以讲社区结合的过程当中，嘛来了解，啊，甲发现到讲社区其实有真侪的代志，会当未来咱有这个能力，会当来改善，甚至可以更较好。对。哦，所以这嘛是你参选的主要原因。是。对，发现一寡问题，想要去解决。咱感觉讲会当更会更较好，啊，所以讲啊，佮加上就是长期伫这个委员的服务处的时阵，在做这个社会服务的时阵，对，啊，慢慢就感觉讲，啊，咱佮伫这个所在来成长来生团，所以咱就感觉讲，包括咱讲头讲我训练自己，服务人群，所以咱感觉讲有这个机会的时阵，咱希望会当过来，甲咱这个服务的范围过来扩大，安尼。所以你伫咧这个王定宇立委服务处嘛，服务7、8档啊，吼，啊，你新走基站，啊，而且服务案件应该非常的多。所以这其中吼，你刚有讲，你其实这样子对我们台南市的一些政治生态，甚至是全国政治生态，你其实冇了解对不？伫咧这个副主任嘛，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启发吗？其实头咧讲这个政治生态吼，咱过去啦吼，媒体可能拢会感觉讲台南是一个足青，吼青甲会出接的所在啦。好，那其实伫我个人的感觉，我是感觉讲，就咱像讲最近这个咱另外咱这个在野党嘛吼，在野党因的候选人吼，有咧讲到讲台南吼过去吼可能是。咱民进党的执政，吼，顶20几年来，那其实以我个人的感觉是讲，台南市自从张灿宏市长伊去个那翻转吼，由蓝转绿了的时阵，咱伫的市长柯添在市长也好，还是咱的赖清德市长，咱即摆赖副总统，到即摆咱的黄伟哲市长，其实咱有看到，其实民进党在执政的时阵，其实是真用心伫咧即个各改善。吼，就是讲，咱是真用心咧建设咱即个台南，所以讲，就是因为咱就是足踏实咧建设咱即个所在，所以讲咱才会当得到民众伊真正的即个支持嘛。毋是讲因为你就是青色的挂青色的，就会当，所以就会当保证。我感觉伊是叫做品质保证啊，不代表它就是当选的保证啊，不代表一定会当选。是啊，是咱嘛是爱家己爱去努力，爱去做出成绩，互咱的民众，互咱的选民会当去认同。对，无对，尤其即马吼，足侪人伊毋是咧选政党，伊是选讲即个候选人到底是毋是真正会当来替大家服务？真的。对，是看候选人的。是。对，好，咱知影讲吼，即个建南呢，伊是吼率先伫咱台南市成立即个服务处啦，吼，就是竞选的啦，吼。啊，为什么伊会率先来成立呢？吼，咱来看都市新闻。过去担任台南市青商会会长、电脑工会副理事长，
同时，也是立法委员王定宇服务处副主任林建南，当年协助选民服务，对着政治事务相当熟悉，又够有热诚。伫地方上的名声真好，常常被人劝进选议员。伊经过思考，以及甲厝内人沟通了后，这次伊决定要来投入明年台南市第8选区、中西区以及北区市员选举。32天，伊也率先成立服务处，展现十足的决心。这一次在这个大台南合并的第11年那再过2年就是我们这个台南我们这个建成400年。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那我依然在这个地方那更难我自细汉就是伫这老城区来出世嘛是伫这个北区来成长所以讲我非常认识咱这个土地，咱这个社区所以伫这个大台南合并的这个时间点，以及要台南市要迈向这个400年建成这个较好的日子，所以更难是希望伫这时阵来投入这道咱明年度。2022年，咱台南市北区、中西区的这个选举希望这个城市更加好，希望咱市民共同来打造一个幸福的台南、幸福的城市。服务处成立这天，立法委员王定宇、赵天麟、台北市议员阮昭雄、新北市议员何博文拢来到现场，为林建南选议员来赞声。咱的建南兄伊本身做过足侪社团领导者呢，伊做青商会的领导者。嘛做过义消的领导者，伊搁较是电脑工会做过女理事长，即嘛是商务干事。迄代表啥呢？代表就是讲咱工商活动上热烈的这个分区上需要有企业管理的头脑，有社团经营的热情，有服务的精神，这咱建南兄拢有。这种情形搁无安尼伊搁是中兴大学企业管理系的高材生。今仔日包括新营。包括北区、中西区、下部，包括专门区的麻豆，咱同步成立第一批，唔是竞选服务处尔，这是咱4项公道的宣传宣达站，是这个站要先成立。了后呢，咱可以陆续伫每一区成立公道的宣导站。不止这，阮可以成立宣导团、布地戏团，各地方去宣传。自细汉就伫咧旧城区大汉的林建南，希望透过伊的参选，会当为老城区注入新的风貌，互囡仔一个友善的成长空间，互市民有安全好徛起的环境。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哇，所以这些政治的这个大咖拢来给你协听呢，对不对？所以当天你这样子已经率先来成立，其实就是展现决心嘛，要选。当然。对，那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乡体里面这个是永延会对不对？是。这次其实永延会在我们各地也推出了很多的候选人，遍地开花了。对所以其实你们就是说在永延会这样的协挺之下，你们觉得对你们的选情？这一定有啦就是讲，所以说这永延会其实就是一个，咱即摆是讲一个团体作战的这个概念啦咱点下来讲。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对，但是我们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对，就这个概念啦。所以讲，媒体当然赋予所谓的这个永延会嘛，永延会的这个名称。所以讲，当然因为王定宇伊本身是永延会所谓的这个集体领导以及所谓的永延会的这个召集人。那其实永延会它是一个集体领导的概念，所以包括赵天麟委员、林楚英委员、何博文、阿哥这个。阮昭雄议员等等，其实因拢是所谓的决策委员。那他们就会发挥这个母鸡带小鸡的这个做法，对，就带领着阮所谓的即马这永延会，不管是新人，或者新人这道要参选的，咱全国这个各县市的这个候选人，对，咱。台南这届是咱台南永延会是有推杀出7个候选人对，是安尼。对，好，所以就是团体作战的概念。是啦。好，咱接下来就要来讨论讲现阶段正热烈进行的民进党的这个筹算讲的这个筹算就是已经截止登记了嘛咱知影讲即马呢，台南市的北区跟中西区这个部分，应该要当选的名额是6名。对，那在我们这个民进党的部分呢，你们现在有5名去登记
那只选出4个，对不对？4位，对。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接下来就是要透过这个初选的民调嘛，哈。那我们知道民调已经排在台南市4月18号到4月24号的这个礼拜。哦，这个礼拜要来吼，所以这5位呢，包括说现任3位，邱丽丽。然后陈怡贞跟沈正东，那另外2位新人然后就是周家伟跟你林建南，所以这5位啦哈。但是讲到这5位哈，咱就想讲，安尼现任的这个唐碧娥议员，为什么无来登记参选呢？哇，讲到这吼，哇，接下来咱就来看新闻，为什么唐碧娥委员应上这过立委嘛，不要过来这议员，为什么议员他这次不选了呢？好，我们来看新闻。第一摆议员选举无寻求连任，未来动向备受关心的议员董品娥，3号上午来到民进党市员参选人林建南服务处，共同召开民主热烈服务演说的记者会，向外界说明伊无搁再参选的原因。这几天是我政治生涯最大的转折，这短短几天。我做出我不再投入年底的选举，因为我个人的因素，还有我生涯的规划。董品娥表示，伊观察林建南真久，无论是说明公共政策能力，甲对转型正义的追求，甲现任议员拢会当比拼，所以呼吁市民协听林建南，共同守下伊留落来一息。我看伊这段时间对民进党政策，对一寡公共事务的议题，拢提出很好的论述，而且提出伊的做法甲看法，拢是符合人民的需求，而且符合咱这个国家的需求，而且伊足认真，足鼓意，是非常价值信赖一个人，真实在的人，所以我相信，伊若当选了，绝对袂辜负咱台南市民对伊5万甲期待。看到议员董品娥对伊的信任甲推荐，嘛，互林建南真感动，伊将全力以赴争取胜选，为民进党收下中西区、北区第4席，来回报民主前辈董品娥甲多数市民的期待。这一摆会当安尼咱的党议员、党委员安尼甲咱相听，当然建南的对这届的选举会信心十足啦。当然这边当然除了来延续着咱党议员、党委员长久以来对咱台湾，不管是咱民进党的这个发展，还是讲这个民主的这个过程，还是讲咱对咱台湾这个土地本土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延续，我相信建南一定会更较认真、更较拍拼。不但是帮民进党的这些会当更加好甲顾落来、甲摕落来，上主要嘛要帮咱党委员这些这个政治的这个协会更加延续落去。所以讲，当然今仔日经过今仔日了的时阵，建南的信心真正是会当增加100倍啦。董品娥曾经担任2届国大代表、2届立法委员、2届市员，从政生涯超过20档。这摆决定无投入议员选举，全力支持林建南，也互林建南信心增加100倍，表示绝对袂辜负大家对伊的期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哇，拍到民主接力服务延续耶！哇，大家真的是震撼弹呐！大家要想了讲哇，这个当过2届国大代表、3届立委然后又当议员，哇，这个其实他的政治生涯真的是让人敬佩啊！真的是不简单。然后他竟然不选了，竟然是要传承给你耶！其实大家其实也有吓一跳，但是为什么也选择要来让咱的林建南来给接棒哇，这个我们就要好好来请教一下建南啦你跟那个唐议员认识多久啦？其实咱的品娥姐啦，其实咱称呼品娥姐较亲切啦。咱的唐委员咱即摆的唐议员，其实伊是我一个非常敬重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前辈。是。咱嘛会使讲伊甲一生其实拢奉献着咱的台湾的民主。对。特别是咱的民进党。所以讲伊
不管是过去担任2届的国台代表，还是讲3届的立委，好啊，罗尾秋伊过来担任咱大台南合并了的时阵，即个台南市议员，我相信伊的整个的表现，大家嘛拢真肯定啦，好啊，所以讲其实这段时间，进前咱咧拍即个疫苗的时阵吼，其实就媒体有去讲到讲，咱即个偏国子啊，吼，因为拍疫苗的关系，讲身体做无爽快，对，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其实咱就第一时间，咱嘛有去对伊，就是讲，咱是以一个后辈的即个角色，吼，咧甲关心啦，吼，咧甲关心，吼，啊，所以讲整个的即个。哦，迄个时阵其实还未报起哩。其实迄个时阵台南有一个洪议员，对洪议员的一个代志嘛，吼。迄时阵其实整个还未做明确的时阵，吼，种迄时阵咱就拢有咧甲当议员这边遮登记落咧做关心啦。对。啊，咱当然是用一个后辈，吼，咧关心即个民主前辈即个角度啦。对。那一直到1月初10，吼，我印象中是今年1月初10的时阵，就来宣判，吼啊，所以讲咱即个偏国子啊，伊就来顺利来报起来。对，咱递报起来。啊，当然递报起来了的时阵，当然咱就是一心心肝来讲，咱心肝来想的是，安尼对咱整个来北区、中西区、第8选区来讲，吼，其实就是足完整，民进党就是确定是有4席，即个现任的空间。好，迄个时阵咱的解读，咱的即个看法是感觉讲，就是一个足完整的即个4席的空间，对。啊，所以讲落尾手一直到顶礼拜，咱民进党的即个初选登记，对，一直到最后一天的时阵，最后一天的时阵，咱才发现到讲，咱的偏国子啊，无去登记，无去登记，对。啊，所以讲，伫第一时间的时阵，其实咱就搁来去有去找到即个偏国子啊，咱即个唐议员，咱即个唐委员。就咧向伊接受啦，就是讲，就是讲，当然是了解尊重，讲到底伊无继续来投单来登记，要来参选连任的即个原因。那整个了解了的时阵，咱也则敢大来甲提出讲，毋知是毋是有即个机会，会当来寻求到咱偏国子的即个支持。对。啊，所以毋知来挂好。促成着今仔日嘛，拄拄啊好啦，吼，拄今仔日早起，拄伫暨南的服务处，拄大家来召开着即个今仔日的即个记者会，吼，就是即个民主接力，吼啊，即个服务即个延续的即个共同的记者会。对，所以其实唐议员一讲吼，有观察力足久啊。对啊，也不是说你去拜托他，他就要交棒给你啊，对不对？一定是他就观察了，觉得说哇，你的理念呐，然后你的做人呐，吼，伊拢甲你做娱乐干嘛讲接棒给你才可以民主延续，对不对？这是咱应该是讲自一路的过程啦，吼，就是讲咱就是一步一脚印咧行啦，吼。啊，上主要应该是讲咱头仔咧讲。当议员譬如讲啊，其实伊对民进党的这个坚持，对民进党的理念，伊是非常的有坚持的一个民主前辈。啊，那么咱伫咧去年度，咱这个公投的这个代志的时阵，其实更难，其实是开真侪时间，咱嘛做完全去配合咱这个民进党党中央，咱去迄时阵，咱就是去甲每一个路口也好，咱去甲菜市也好。咱去甲社区、社里也好，活动中心也好，咱就是一直咧配合咱即个党中央，咱即个宣讲着咱即个东西市所谓的4个不同意。对。啊，所以讲可能就是因为咱即个过程当中，互咱的努力有去过咱即个，有去互咱偏国子也去看到。对。啊，所以讲即届的时阵，咱通去接触的时阵，伊嘛甲咱讲，竟然其实你自去年的时阵咧宣讲即个公道的时阵，其实伊已经看在眼内啊啦。啊，所以咱的心肝内，其实咱是真甘心啦。就是讲，咱的努力，有去咱的民主前辈看到，啊，甚至有去互伊认同，这是一件对咱家是我是一个足大的鼓励。对，尤其伊起码是现任议员要交棒给你，其实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啊！啊，这嘛是咱的压力啦，这嘛是咱的重担，因为咱即马呢是经过今仔日的时阵，咱不但是个人的努力，咱阁有受到这个偏国子的这个加持嘛，所以咱的责任
我认为讲就是更加加重啦，更加加重。因为我即摆做的，不但是爱甲个人做个好势，咱爱个甲咱当议员，甚至因的家族过去，按伊的哥哥，咱的当随民议员，吼，还是讲伊即届伊的查某孙仔，就是咱当随民议员的查某囝，咱的汤怡静，伊嘛伫安南区咧努力嘛，吼。啊，所以讲，我感觉讲，即摆对建南来讲的时阵，我是爱吼搭双份啦，吼，是讲咱来延续着品湖子啊，伊即个伊的政治的理念，吼，啊，佮伊即个政治的伊即个乡会，咱嘛爱来想办法来甲延续落去。对，所以也是一个重责大任。是。好，那这次呢，伫个咱这个北区中西区的部分吼，这个初选登记5位嘛吼，其中呢3位是现任的吼，包括邱丽丽哦，这个也都是做了很久，然后陈怡贞啊，还有这个沈正东，吼，那现任议员其实有现任议员的优势。对，那对你来讲算是新人嘛？那新人的话，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当然，头个咱就有讲嘛吼，因为建南是伫咱即个中西区出世，吼，伫老城区成长的即个在地囡仔，吼，那出社会就拢伫咱的北区，吼，当然咱88年倒来台南的时阵，建南嘛是2个囡仔的爸爸，所以讲整个的过程，其实咱对即块土地、即个社区、咱即个所在，其实是非常的了解，好，那再加上讲伫行委员、行王定宇委员。服务处的这段时间，咱也看真侪这个社会服务，也是讲有这个服务案件，咱可以看足侪的一寡的代志，对，好所以讲整个咱包括伫咱社会上，的过程当中，因为建南过去是读这个企业管理，所以讲咱伫这个职场啦，伫这个商界的时阵，其实咱嘛有去接受到足侪的这个各阶层的这个人群嘛。好，所以讲有这个部分，咱就当去搁较清楚讲，咱未来，咱会当去做的代志，咱能甲服务的范围搁加扩大安尼啦。对，虽然讲你是新人不过顶一届咧选的时候，沈正东也是新人，结果他那时候在除了在这个中西区跟北区啊，就是除了输给谢龙介以外，他是第2高票，也是民进党里面最高票当选的，所以其实他也是新人来参选，然后就是。应该公益是做骨力，好，听公益做骨力，安尼行走基层，所以其实你也是很骨力的行走。是，就是讲，因为嘛是有顶一届吼，这个2018年吼，咱这个沈正东议员伊的这个足好的这个例子底下啦，所以讲票声开啊足水，对，票声开啊足水，所以即届的时阵嘛，咱感觉讲，咱更加上建南的个性，讲咱要做的代志，咱就是想要用心甲做个好势，对，所以像咱头个主持人咧讲，咱伫旧年底的时阵，咱算即个选区也好，还是讲甚至规台南也好，咱应该是算上早。第一个成立这个竞选服务处，对，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要展现着咱的决心，咱就是要做这样代志，咱就是希望会当甲做个好势，对，所以讲决定要做了的时阵，其实咱就头个讲帮王定宇委员的这个走摊也好，还是讲这个服务范围也好，其实就是慢慢，咱就是甲这个范围。加缩倒来伫咱即个选区，咱即个特别加强伫咱的中西区、北区的即个选民的服务、区域的服务，对，然后咱就是逐工咱公道迄个时阵开始徛路头，伫路口、菜市啊、社区、活动中心等等，咱就是向咱的团队、向咱的志工团队，咱就是拢一直咧做宣讲。那包括咱就是讲咱即个即摆是。2022嘛，就是讲今年度开始的时阵，咱就逐工透早就是拢去徛路口。对，咱都开始去徛路口，因为头仔主持人讲因为咱是新人，新人，咱讲努力被看见。对，努力被看见。所以讲，尤其是咱民进党的机制的这个全民调，所以讲，阮常常咧开玩笑讲，你要有先有知名度嘛，才有这个支持度嘛。对，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当中，咱爱先想办法，先互咱的选民，互咱的民众，知影咱这个人，知影咱这个人叫做林建南。对。所以讲，咱就是开始就是去徛路头，透早暗，甚至阮伫个今年度的时阵，阮去派着一粒这个。这个气球，阮叫做城市萤火虫，对，阮永援会这伙伴，阮去派着这条的气球，阮成立着这个
城市萤火虫，对，好，啊，就是讲较吸睛嘛，吼，会当互咱的民众一眼可以去看到，迄有一个人拍了一个气球，对，对，啊，咱咧宣讲，咱咧介绍咱家己，好，咱就是努力被看见，对，咱就用这个方式，先去征求，互咱的伫咧这个选区，咱的民众会当去熟悉咱。对，没错，新人就是说，你一开始这个曝光跟知名度一定要够，不然人家连说，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哇，怎么票投得下去？后边都爱颗粒的候补，啊，你候补也是很扎实的嘛，对不对？对。那这一次呢，你们这个初选5位里面哈，3位是老将，然后其中另外1位呢，这个周家伟他是律师，然后他也是这个立委林俊宪有在当他的助理啦，哈，这样子栽培的，所以其实吼讲起来，你两个都是新人，那你怎么看待周家伟啊？啊，当然这是咱党内的一个机制嘛，党内机制吼，所以讲其实咱这个做参选人，其实坦白讲嘛真优秀，当然伊嘛真少年，咱坦白讲啦，以这个年岁啦，咱嘛伊嘛真优秀啦，所以讲这个部分就是咱讲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啦，对，所以讲伫我的看法内底就是讲，因为伊可能是读书专长。好，要么过咱的部分，咱就是过去是所学的、所读的，其实就是企业管理。对。好，那包括现主是建南嘛，搁继续，感觉讲咱这个就是讲惊咱这个不足的所在，所以咱嘛搁咧继续来去读这个成大的硕士班。对，咱即摆嘛搁继续咧进修。好，所以讲现主是咱即摆看到这个社会，咱要爱的其实有时阵是叫做通才啦。好，通才意思就是讲，其实。我家己生活来感觉的是讲，咱读的是管理，所以讲咱知影讲要安怎甲即个代志做一个有较有效率的即个分配，好，那甚至每一件代志，好，包括过去伫咧青商会，阮所接触的，甚至所学的，阮要办每一件活动的时阵，阮知影要安怎去做所谓的即个。财务预算表，我们要去做所谓的这个组织系统表，每一件代志，我来先把这个前置作业，先透过这个场刊，好，透过这个讨论，到要执行了的时阵，要安怎甲归档，好，甲做成未来这个参考等等。所以讲，建南会认为个人的优势，就是讲我家本身就是读企管、读管理出身的，所以咱知影要安怎讲，甲这个人。好，把这个代志，免咱去做一个更加好的这个安排。好，那剩呢，咱就是尊重专业。对。好，就咱像讲建南即摆竞选服务处，咱虽然唔是律师，但过咱有律师的团队。好，咱嘛有提供这个律师的这个法律顾问，这个法服的部分。好，那包括就是咱像讲，好，咱是读的是商科。好，过呢，咱有可能有一寡更加专业的，譬如讲一寡税务，还是讲一寡会计。甚至咱有一寡做侪一寡服务案件，民众对这个数理的部分，税务的部分伊无清楚，但过咱就有足专业的这个团队，咱有这个会计师，咱有这个估计师，咱有等等，咱有这个团队会当来作为咱这道来参选来上届有力的这个后盾。对，没错。其实议员本身就是要领导管理能力，然后要通才，然后他能够善用这个他的团队，善用人才这样子就是最棒的啦好，那我们知道说你参选北区、中西区嘛，你嘛是伫这个所在大汉土生土长的所以你对着这个北区甲中西区你认为讲这个所在有什么较需要来建设的你个人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其实台南。伊是一个做文化底蕴的这个城市，好，那过2冬，咱台南就要进入这个建成400冬，好，咱这个当初是咱的1624年嘛，咱的台南建成，过去咱所有的这个一户2落3万甲，我相信咱整个台湾过去，伫台南是伫台湾是上界重要的一个城市，一个所在，那所以讲其实。包括咱2010年大台南合并的时阵，咱台南是用这个文化来这个升格，好所以讲伫建南的生活中，看法内底，其实我会感觉讲，台南过去伫咱头我讲伫咱中菜行市场，一路靠店台市场、热情的市场，到今嘛的黄尾的市场，其实因嘛甲台南的这个基础建设，其实嘛拢做了真好，包括就是讲未来咱头我建南有准备一寡这个。
这个资料啦，吼。是。好，包括其实咱未来台南，吼，咱有这个，吼，咱嘛要来建立这个大众捷运系统，就是咱这个捷运的部分嘛，吼。其实即马呐，一定拢开始有拉线，吼，其他的这个部分吼，包括这个绿线啊、红线，其实拢有的拢已经进入这个规划的这个阶段，吼，包括咱过去。好，咱讲的讲这个铁路地下化，因为咱过去因为这个平交道的问题，甲台南好拆做东西边两边，好影响到过去后火车站的一寡的发展。咱即摆的这个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嘛，已经咱讲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啦。对。好，目前嘛已经拢进行到60几%啦。好，有定咱嘛伫个2026年吼，就要来全线通车啊。好，其实台南拢一直拢，其实咱的区域拢一定有咧，一直咧发展。包括咱即马，吼，咱做的这个北外环，好，北外环的部分，好，伊即摆个延伸到咱这个沿着咱这个盐水溪吼，一直要起。啊，咱嘛有去延伸到咱这个北区、中西区的部分，好，所以讲未来咱北区这个海岸路尾的时阵，其实嘛有几来的这个匝道会当接起哩，好，对，未来会更较方便，要接起哩甲国道1也好，国道3甚至国道8等等，其实伫北区这边遮、中西区这边遮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好，所以讲这就是咱目前的一寡咱本区的一寡基础建设，包括咱过去咱的中国城。好，中国城咱这所谓的这个盲段的部分，对，好，过去包括地下迄个海岸路地下街，可能拢是伫过去这1、20当来，台南的民众、中西区的民众，你看这个所在，感觉讲，因为地下街的这个开辟，造成足侪一寡的，吼，店家也好啦，吼，还是讲民众也好，因此还没落下去嘛，吼。要毋过，咱甲地下街重新过来整顿了的时阵，包括咱这个中国城拆掉了的时阵，咱即马这道的这个和乐广场，吼，即马到假日的时阵是足侪的民众，西家哦，那个扶老西幼嘛，吼，西家带眷拢来遮咧佚佗啊，哦，啊，包括就是讲咱中国城的这个运河新传，吼，这个所在，其实嘛拢已经咧建设啦，是，吼，啊，所以讲，包括着咱这边遮咱嘛知影讲吼，咱为着市长了的时阵，包括咱的蔡英文总统，咱的这个社会住宅，对，好，那台南嘛伫个顶个月1、2个月前，咱嘛来正式，好，咱这个小东路那边遐嘛有来，好起着咱这个咱台南吼第一栋的这个社会住宅，咱的社会主体，好，啊，所以讲包括咱的赤坎楼、咱的成功国小等等，咱这边遮嘛拢一直咧建设，好，啊，所以讲有的所在，有的人讲。哦，台南哦，尤其中西区，互人较诟病的啦吼，包括讲即个停车的部分。对。啊，其实这边遮竟然嘛要讲的就是讲，其实即几档啊，有真侪咱的停车场，其实嘛拢一直咧增加。哦，包括顶个月，咱即个友爱街和即个开山路，啊，就是咱即个南美馆吼，南美一馆，伊也有一个即个机车立体停车场。其实嘛，伫个顶个月已经来完工开始来使用啊。好，那包括咱即个海岸路的即个地下停车场，好，那么有尾啊最后一段吼，就是民生路甲民族路这边遮，过去原本要做地下街的即个商店街的部分吼，尾啊嘛来变更即个计划，啊，搁来加增加着咱。100几位的这个停车格，所以整个海岸路的地下街停车场，其实就是已经超过1000位的停车位啊。是。对。啊，包括咱北区，咱的承德里嘛要来起着这个立体的这个停车场。所以讲，其实头咧讲的讲，整个咱中西区、北区也好，其实有真济，包括道路的开辟，包括道路的开辟，咱这个河尾路，伫北区的民众拢知影，河尾路一直到。这个中西区，吼，这个所谓这个乌米遐的时阵，路就来断掉去啊。啊，所以讲，包括要延续着过去安平地区，其实若到假日的时阵，遐拢会足够塞车。啊，所以讲，伫黄伟哲市长，伫咱台南市政府的规划之下，伊嘛要甲这个河尾路，要甲延伸，会当接甲杭明宽路这边遮去做衔接。啊，所以讲未来对安平，咱这个。安平的这个老城区，就是安平古堡啦，咱所谓的这个所在吼，风景区的部分，其实咧出入其实就更加较方便。包括伫咱市区，咱这个中义路目前到这个高雄南路迄边遐就无路啊。
吼啊，大家顶个月嘛是共款，拢是最近这1、2个月代志，咱就要甲中医咯，搁要延伸到经过这个兵工厂遐，吼，要来延续接加这个高雄北路。所以讲，建南遮讲的意思就是讲，其实咱中西区、北区，咱坦白讲、认真讲，其实伊并无欠咱这个基础建设。对。啊，所以讲，咱未来，吼，咱希望会当用更较软性的方式，吼，咱讲软性的方式，吼，头仔讲建南是2个囡仔的爸爸，吼，所以讲，咱囡仔的整个的成长过程，咱希望伫个囡仔的教育，咱内面哪可以加强，好，那即摆人真侪讲啊，因为即摆少子化，是，对，那少子化是因为是大人，咱讲嘛，定下讲的开源节流嘛，咱毋是要开源，就是爱节流，好，啊，所以讲，咱想的是。希望会当甲整个的环境、就业的环境，咱用会当去互伊做更较好，吼，啊，互咱的民众好徛起，伫这个所在好徛起，咱讲啊，经济收入更较好，所以我相信伊就愿意在伫遮生团，吼，啊，所以讲咱头仔讲希望就是用这个软性的诉求，会当甲增加咱囡仔的这个教育，吼，啊，甲咱这个所在，吼，咱去甲建设更较好。好啊，互更较侪人愿意伫这个所在来徛起。哇，所以为这个建南所讲的吼，咱看得出来，讲这真正有做功课，而且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讲得出来的哦。吼，像阮做记者和你顾啊，一天就知影讲，你真的是对于我们这个中西区、北区，甚至整个台南市，它的整个建设，还有整体包括教育等等的这个软体方面的，是真的有理念的是，那因为在地啦，咱家在地。对，而且你就是有这个服务处的服务经验，所以其实也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去做了哈。好，那当然啦，来大家看一下这个议员参选人拜票变身巡路通报员哈。和咱看得出来，公真正是跑得很勤，然后不止我们，就是说，其实常常在大街小巷看到建南底下咧吼，拜票吼，大家熟悉伊啊，而且呢，伊透过讲吼，伫个讲拜票的过程当中，发现什么问题，都马上去通报，是这个服务习惯了，变成一种惯性了。我有一届。去扫菜市，去扫夜市啊！啊，夜市啊扫完了时阵，要行倒来服务，因为是用行的嘛，排了气球，咱这个城市萤火虫嘛，吼，然后要经过这个斑马线的时阵，向有一个民众，甲咱揪落来，对，啊，结果咱想讲，奇怪，那向甲咱叫落来，是不是要问路啦？啊，结果原来伊就是有一件服务案件。是，对，啊，所以讲，因为那时阵正暗嘛，我会记得敢若9点外，9点外正暗嘛。对。所以咱嘛甲讲啊无好，安尼咱是不是问下在，赶紧来服务处，建南服务处，来竞选服务处遮，来进一步做了解，马上来做安排来做处理，安尼。所以讲，其实就是咱的这个服务讲无所不在啦。啊，包括迄个部分嘛是正拄好啦，就是讲，咱拄咧徛路口的时阵，咱拄有发现到讲，啊，那可能迄时段，我印象中是正礼拜拢咧落雨，对。啊，可能咧落雨的时阵吼，造成到尾有一寡路吼，可能因为雨水冲刷嘛，对，啊，所以讲有一寡坑洞，所以咱看到的时阵，咱就是赶紧去联络，对，赶紧联络这个相关的单位，啊，赶紧来甲保护好势，对，啊，来兼顾到咱这市民这个行车的这个安全啊，这真的很重要。虽然看它小坑洞啊，不过有时阵吼，这真正骑车无说你滚落去哇，车祸的发生啊。对，所以这个是真的很需要哦，就是说，有看到，然后还真的是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是。对，和咱知影讲这届吼，选举呢，就是说除了很多的政敌人物吼，给你小挺以外，有一些像你这次去登记参选的时候那个。歌手杨烈啊，还有名嘴啊，对不对？也都是给你到小听的嘞，真的不简单。然后另外我们说之前还有这个知名的演员哦，戏说台湾的这个演员还个搞你的服务处呢。咱先来看这段新闻影片。19日，伫台南市议员参选人林建南服务处有一场温馨的庆祝活动，现场规划一项趣味的闯关游戏，就是希望会当互来参加的朋友。有一场温馨快乐庆祝时光，伫现场阁会当看到戏说台湾的演员中天嘛伫遮甲民众互动。今天的活动好不好玩？礼物领的够不够多？今天特别邀请我们在3立戏说台湾
扮演这个包青天的艺人中天，来跟我们做一个全明星的一个游戏对抗战。然后我们的立法委员，我们的林楚英，台湾好声音，我们新的立法院的新战神，他今天陪同建南草接完之后，那也一起来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亲子游戏。那今天很高兴，我们很多我们的好朋友，那我们的家庭扶老携幼一同来参加今天的这个亲子游戏。那希望建南能够再次的邀请我们的市民好朋友，我们一同打造幸福台南。林建南甲演员中天也甲现场民众同乐，而特别难下为林建南徛台扫街立委林楚英，也暂时放下专业一面，量力其中甲民众互动，场面温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真正无简单呢。你讲政治人物甲你相挺哦，一寡演员呐，还是一些歌星甲你相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人缘这么好？这就是过去建南伫这个职场也好啦，还是讲过去伫个社团咧办活动的时阵，就是其实行这三厅的人，其实就拢一定有建立一寡缘分伫遐啦。所以就是长期以来都有建立良好的关系，不是说你马上跟人家讲，人就要跟你相挺。这不可能。对不？是。一般我们就是歌星演员最不喜欢给人家挺，被人家贴标签。愿意挺你，表示真的你这人实在。我要。对，不简单呐。谢。好，那我们从刚才那边有看到说，这样子其实你也吸了不少的这个亲子票，小朋友大小通吃对啊，然后我们看到你后面扛棒，其实从你的文宣、竞选看板等等都可以看到幸福台南，应该是你竞选的主轴，对不对？是。来，我们谈一下你这个竞选，这次竞选主轴。所以讲，这就是咱头久啊，整个过程，建南一直咧强调的，就是讲建南伊本身是两个囡仔爸爸，对，那自细汉和我太太安尼看到囡仔的成长，咱嘛知影讲，要安怎好，希望讲，互囡仔更较好啦。咱定咧讲囡仔的笑容是咱这个城市进步的这个原动力嘛。所以讲，咱希望囡仔好，我相信足侪是大人伊愿意去做更较侪付出。对。那所以讲，就是因为这个初衷，这个初心，所以讲，一开始跟南方团队咧讨论讲，咱应该是要安怎去设定这个竞选主轴的时阵，其实咱就感觉讲，台南会当更较好，台南嘛值得更较好。所以讲，阮咧先就是共同讨论讲，咱应该是要来用这个幸福台南作为咱即届来选举的这个主轴，对，这个口号，咱就是希望会当透过这个口号，当然选举有时阵是讲大家甲口号画甲足热烈啦，对。毋过建南就是感觉讲，头我讲，因为台南是以文化升格。那台南伊所欠的，并不是遮大型的建设，所以讲，咱希望用这个软性的这个诉求，所以加上讲建南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也好，因为建南是伫这个基站，我定讲咱是一个艰苦囡仔出世的，所以讲咱了解讲，要安怎希望互民众伊会伫这边遮个，咱会当营造出一个更较好的环境，互咱的民众会当一个好徛起的家。还是讲，互咱的老大人，伊会当互伊好一个安居乐业的这个生活环境，互囡仔伊有一个快乐的成长过程。我相信这就是咱要爱的这个幸福台南的这个雏形啦。对。所以讲，由这个内底面，咱才搁来去延伸。咱应该是爱搁加强咱这个交通，咱要来加强咱这个安全、社会安全，咱要来加强咱这个教育等等。甚至讲，咱要哪甲咱即个商业、咱即个民生的议题，咱搁做好更较好。其实，咱就先爱先，所以讲，建南的想法就是爱先甲即个，就好像咧起厝共款嘛吼。我爱先甲我的地基先拍好势，我的地基就是希望去营造出一个咱即个所谓的即个幸福台南。那伫即个幸福台南即个地基拍了好了的时阵，咱看顶面，即咱开始起一个老仔厝。对。哇，对，所以这个主轴啦吼，幸福台南当然有足侪规划爱慢慢甲伊起来。是，咱会一步一步，甲咱的诉求一步一步，来互咱的选区的民众来了解。
对，希望讲会当达到真正幸福的台南吼。好，啊，即马呢，民进党确定提名啦吼，黄伟哲市长，然后国民党部分就是谢龙介议员要来参选市长啊。啊，人讲吼，这届筹算9合1大选嘛，所以其实会发挥这个母鸡带小鸡的功能。啊，就你来看咧，即马安尼吼，黄伟哲市长跟谢龙介议员，因两个来选市长，带恁下卡家要来选议员，你来看这次的选战，你都怎么看？嘛，当然，咱嘉良界议员啦，吼，当然伊伫过去北区，吼，那伊咱了解，伊嘛是由里长出身嘛，对，安民里长，对，安民里长，然后担任着几啊届的即个议员，对，啊，伊嘛捌参选过2届的即个立委，好，包括2当前，即个黄伟哲市长，伊来即个转换跑道啦，吼，来参选市长的时阵，吼，所留来即个空缺，对，我会记得即个咱嘉良界议员，好，伊嘛有过去补选嘛，跟郭国文，是。啊，所以讲，其实咱坦白讲，嘉良界议员，咱坦白讲，伊文政当然，嘛真认真啦，哈，嘛真认真，啊嘛也真优秀啦，吼。啊，所以讲，当然这个物件有时阵政治选举是安尼啦，吼，咱家己做好势。好，咱家己做好势，啊，咱提出更较好的政策，咱提出更较好的理念，会当去互咱的民众，好，咱的去了解，啊，咱所谓的即马接地气嘛，对，好，啊，我相信咱这三冬外来啦，吼，咱咧观察到咱的黄伟哲市长，其实伊是一个非常亲民，事必躬亲，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市长。好，因为咱咧定定咧走摊吼，行市长其实有真侪机会会当安尼近身去接触啦。对，咱坦白讲，其实黄伟哲市长是非常的即个接地气。对。啊，所以讲伫咧即道的选举，当然哦，咱顶个月迄个民进党的党中央嘛正式来提名咱的黄伟哲市长嘛。对。好，啊，所以讲国民党当然可能嘛真紧张嘛吼。我原本嘛真侪即个台面上的即个人选嘛，啊，最后由咱即个嘉良界议员来出选，啊，所以当然咱嘛是讲未来，咱嘛是讲茫讲有一个咱讲的君子之争啦，对，好，啊，当然咱嘛是希望咱的伫咧黄伟哲市长即个发挥母鸡的即个效应，带领着阮家，啊，当然目前咱个咧进行即个初选嘛，咱嘛希望讲会当初选顺利过关，好，啊，随着咱即个黄伟哲市长，咱好好啊来拍即个年底即场的大选。好，甲咱的政策，那配合咱即个民进党中央执政，这政绩啦，吼，互咱的民众会当完全去了解，安尼。对啊，所以其实这个黄伟哲市长有很大的优势，然后啊，当然他就是蛮亲民的，其实市也做了不错，吼，咱嘛是爱做好啦，我感觉嘛是安尼啦。对，你做了无好。你讲现任，我感觉现任嘛无什么优势，就不一定是有优势，要做得好才有这个优势。好，如果做得差，可能是反而是一个被人家攻击的焦点。好，那另外可能那个黄伟哲市长，他有之前那个县民风暴，你好像也有出来帮他讲话，你有出来给协听吼？是啦，嘿啦，啊，因为这部分就是讲，因为头咧讲咱长期间有咧走摊也好，还是讲有咧看到黄伟哲市长，其实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这个。接地气非常的拍拼嘛，啊，所以讲当然黄伟哲市长，咱嘛不止1届2届吼，看伫媒体顶面拢有去针对这件代志去做说明嘛，吼，咱啊，所以讲咱基于这个党内这个和谐，好，还是讲咱去近身去观察这个人，其实咱相信，咱相信伊讲出来的话啦，好，这个部分其实咱就足相信伊讲出来的话，所以伫咧当初是吼，咱。看到讲即个，有一寡咱所谓的县民风暴，是讲党内有一寡无同款的声音的时阵，其实更难就是感觉讲应该是爱徛出来，好，所以讲就头仔主持人咧讲的讲，咱就伫第一时间，咱就有即个力挺咱即个黄伟哲市长，其实咱就是非常相信伊个人的即个操守，啊，伊个人的即个人格。是好，所以今仔日呢，透过咱的转访吼，我们这个政坛新人林建南吼，伊要今嘛呢要来争取着民进党吼，这个中西区跟北区吼，希望市议员会当出线吼。对啊，所以其实透过咱的专访，那么对于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好，那我们在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市民朋友说的？建设台南，为支持林建南。
咱共同打造一个幸福台南。所以建南希望用这几十年来，咱伫社会咧学习，伫这个产业诶这个过程，加上这7、8年来，咱真正来做这个基层的服务诶这个过程，咱累积，希望伫咧这届咱来参选到咱中西区、北区，希望佫包括咱按去年诶这个公道开始，包括咱这个。228，咱伫227的时阵，咱嘛有针对着一寡转型正义，咱去做出一寡诉求，嘛真紧去得到这个黄伟的市长的这个回应，要甲咱这个所有的中正路的这个东小段，大概170米啦，按即马咱过去的民生绿园，也就是即卖这个康德章纪念公园，对，到这个中义路，差不多一个170米的路，咱嘛要来改做叫做康德章纪念大道。对，所以讲整个的过程，希望咱甲这段时间的努力，包括咱逐工非常的这个努力，伫个路口也好，宣讲，包括咱这个扫菜市啊，等等，希望咱遮所有的咱遮的所努力的代志，咱会当伫个即届。会当伫个4月18号到24号，民进党要来进行即个电话民调初选的时阵，咱会当得到咱中西区、北区咱遮的民众、咱遮的选民真正的认同。伫个电话民调的时阵，你若接到，拜托为支持林建南，互建南有即个机会会当出线，来真正代表着民进党，来参选着年底即场的大选，帮民进党会当守下即个。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这个第4席。好，咱今仔日介绍到台南市呢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林建南，互咱的观众朋友、市民朋友来了解、来熟悉伊，嘛有听到伊的参选的理念佫有伊服务的认真所以呢，大家若是有肯定伊要来支持伊呢大家民调就该支持啦好，咱再一次感谢林建南林建南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感谢我们主持人，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是，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时下这波底价各一段了，咱再会，谢谢。